接下嚟，我哋有請理大食品科學及營養學系副教授方嘉希教授為我哋分享。有請方教授。早晨，大家好，我係 PolyU 嘅方嘉希啦。今日好高興可以喺度同大家做一個分享啦。我嘅分享主要係環繞海洋生態。北部都會區佢嘅東面同埋西面都有好豐富嘅海洋生物資源啦。我希望可以喺度同大家介紹一下，究竟我哋嘅東面同埋西面海面有啲乜嘢呢？同埋點樣利用呢個海洋生態去融入保育漁業同埋科研，進而推動北都嘅海洋經濟呢？第一幅圖，哇，好多珊瑚喎，好靚喎！呢度係澳洲啊，定菲律賓啊，定係香港啊？一定係香港啦，咁樣問。係啊，香港有好多珊瑚㗎，其實珊瑚咧好靚㗎。張相邊度影嘅咧？喺東平洲。除咗東平洲咧，其實香港嘅東面水域咧，包括北部都會區嘅東面水域咧，都有好多嘅珊瑚。香港嘅珊瑚品種有接近90種啦。咁90種嘅珊瑚算係多抑或少啊？可能多啦，可能少啦。不過概念大家，香港嘅珊瑚品種咧係比成個加勒比海嘅珊瑚數量咧仲要高嘅，好犀利㗎。好多人唔知嘅，所以呢度特登介紹一下。咁香港除咗珊瑚以外咧，一般嘅海洋生物多樣性都係非常之高嘅。香港有記錄咧係有接近6000種海洋生物。咁6000種海洋生物有時係高又低咧？呢度再俾另外一個概念大家，香港嘅海洋面積係佔咗全中國嘅0.03%，但係香港嘅海洋生物數量咧係佔咗全個國家嘅26%，超過1/4。從呢兩個數字咧，大家可以了解到香港一個咁細嘅地方有一個好豐富嘅海洋生物多樣性。但係點解嘅咧？點解會咁高嘅咧？係同香港嘅地理環境同埋水文狀態有關嘅。呢幅地圖啦，就睇到香港嘅水域咧係分咗3個區域嘅。最東面咧，我哋有嚟自南中國海嘅優質海水啦。西面咧，我哋有珠江三角洲，喺每一年嘅夏天咧，都會有淡水咧流入香港嘅水域嘅，所以香港西面水域咧喺夏天咧會係一啲鹹淡水嘅狀態啦，而中部嘅水域咧就會係一個過渡性嘅水域。從呢幅地圖可以睇到咧，香港嘅水域其實係好多元化嘅，有唔同嘅鹽度，亦都有唔同嘅其他含氧度啊，其他狀態啦。我哋再將地圖拉闊少少嚟睇咯。香港喺亞熱帶地區，喺香港嘅北面，我哋有溫帶地區。每一年嘅冬天，經過水流就會為香港帶嚟好多唔同嘅比較凍水嘅生物。每一年夏天咧就相反嘅，會由南到北，從熱帶地區為香港帶嚟一啲唔同嘅暖水嘅生物啦。咁再加上珠江三角洲，每一年夏天咧為香港帶嚟比較淡水嘅生物咧，每一年重複夏天、冬天、夏天、春天、夏天、冬天咧，就會有好多生物越嚟越多咧聚集喺香港呢個地方啦，形成咗香港嘅咁高嘅海洋生物多樣性。所以香港嘅地方雖然好細，但係其實好獨特嘅。呢個海洋生態資源，希望大家都多啲認識啊，多啲去保育我哋嘅珍貴資源。翻返嚟北部都會區啦，呢幅圖咧海報圖係由 WWF 咧嘅同事負責啦。我好中意呢幅圖嘅。今日 WWF 嘅負責人都喺度啦，間可能佢會同大家講多少少。呢幅圖我每年教書都拎出嚟用嘅，因為畫得好靚，亦都係好清楚睇到香港邊個地區有乜嘢嘅動物可以揾到啦，或者植物啦。頭先講嘅珊瑚咧就係東面，我哋見到好多嘅珊瑚啦。看圖識字啦，睇啲圖標咧就知道石珊瑚係好多嘅。喺呢個地區咧，亦都有3個海岸公園啦，係一啲好優質水域嘅地區。
呢個就係東面水域嘅狀態啦。我哋再睇下西邊水域啦。泥黃色嘅部分係咩咧？再睇翻佢個指標啦，就係潮間帶泥灘，係啦，就係泥灘啦，亦都有好多紅樹林，大概係咁嘅樣嘅，有樹，有泥灘，有潮汐漲退，呢個係好典型嘅海岸嘅生境嚟到孕育生物多樣性。泥灘上面好多生物喺度住。其中一種生物咧，我想帶大家認識下，我自己個人好中意嘅，係我心目中嘅物種界嘅明星嚟嘅，就係呢一種啦，好有型，着住盔甲嘅動物喺泥灘度行嚟行去。大家知唔知咩嚟啊？係啦，哇，真係知喎，係啊，后亦都叫馬蹄蟹。咁后咧好特別嘅馬蹄蟹咧，佢喺地球咧存活咗超過4億年噶啦，仲早過恐龍。恐龍係2億年嘅，佢4億年。喺經過4億年嘅進化咧，其實后咧佢個樣冇乜點變喎。如果你同佢個化石嗰張相同埋而家張相比較咧，差唔多樣嘅，所以大家就俾咗佢嘅名叫做活化石啦。全世界我哋知道有4種嘅物種，后4種物種，而后咧佢個活動範圍咧好細嘅啫，主要係喺東亞地區啦，同埋喺北美地區。而香港有咁細地方咧，已經有至少2個物種啦，即係4種入邊，我哋至少有2種，所以呢個係好珍貴嘅資源。再睇下呢個中文字后字，讀書應該冇學過呢個字啊，一個比較深嘅字。睇下大家平時有冇見過呢個字啊？可能有嘅喎。其實后嘅文化咧已經融入咗香港嘅生活入邊啦。我俾個例子大家。後殼灣就係喺機場附近啦，佢個名叫後殼灣啦。顧名思義啦，嗰度好多后仍然都可以揾到嘅。另一個地方比較得意啦，叫做後地方。後地方喺邊啊？係啦，荃灣啊，有朋友都知道啦。荃灣呢個地方以前咧應該有好多嘅后嘅，但係後尾發展啦，而家變咗一個居民生活嘅地方啦。從呢個少少例子咧，可以知道其實后嘅文化咧，香港咧係根深蒂固好多年㗎啦。我哋翻嚟個地圖啦，香港嘅北部都會區西面同埋東面，我哋分別有2種唔同嘅后嘅物種。西面有中華后啦，東面有原美后，提供咗好好嘅資源咧嚟到做生態教育啊，同埋生態旅遊。特別注意係中華后咧，佢嘅係瀕危物種嚟嘅，佢全球性嚟講咧係好少噶啦，而香港係有一個其中一個最主要嘅棲息地。好啦，再睇落去啦，粉紅色一帶嘅地方，睇下公仔叫咩先？中華白海豚係啦，呢一帶咧就見到中華白海豚噶啦。中華白海豚相信大家都見過咩樣啦？一個好靚嘅生物，係代表香港回歸祖國嘅一個logo 啦。跟住下張圖啦。有2隻海豚，咦？灰色嘅2個物種嚟嘅喎，方 Sir 你係咪呃我啊？點解一個白色一個灰色嘅？係咪2個物種啊？佢哋唔係喎，唔係2個物種喎，同一個物種嚟。其實佢哋係媽媽同埋佢個小朋友，因為中華白海豚咧喺細個嗰陣時咧會係灰色嘅，慢慢大咧先會變咗粉紅色咁靚嘅中華白海豚。呢啲少少嘅冷知識同大家介紹一下啦。其實香港嘅生態係好得意嘅，好多好嘅題材咧可以做教育啦，同埋旅遊嘅。翻嚟呢個綠色嘅位置啦，喺邊度啊？寫住㗎，即係米埔係啦。米埔下一個演講者咧都會講㗎啦。咁呢度就唔再多介紹啦，俾大家睇下米埔係咩樣嘅先。好多嘅水塘，亦都好多嘅樹，有樹有水，有咩動物係最多嘅？雀仔喎，係咪啊？米埔好多雀仔喎，觀鳥勝地。其中一種咧係呢隻咁叻嘅雀仔，佢哋叫咩名啊？係啦，有同事都知道啦。黑臉琵鷺，點解叫黑臉琵鷺咧？因為個嘴咧其實好似琵琶咁樣喎，所以咧就叫做黑臉琵鷺啦。而佢都係濕地公園嘅標誌啦，
一個好有代表到香港嘅一種嘅鳥類動物。好啦，講咗咁多生態相關嘅話題啦，而家有一個關鍵詞喺度，生態系統服務 （Ecosystem Services） 係講啲咩嘅咧？講緊嘅就係其實一個完整嘅生態，佢可以提供俾人類一啲好重要嘅服務，譬如係漁業。米埔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啦，利用一個生態概念嚟做漁業食品嘅供應嘅，有好多池塘啊，亦都有基圍蝦啦。咁呢度唔講太多啦，因為留翻下嗰個講者講米埔。咁除咗米埔以外咧，香港嘅亦都有其他養殖區啦。喺西面咧，綠色嘅就係養蠔啦，流浮山相信大家都熟悉啦。而東面咧，啡色位置咧，亦都有好多嘅魚塘啦。呢啲位置咧係喺啲比較優質嘅水域入邊。而啲優質嘅水域咧，多得署方嘅良好規劃啦，有好多嘅海岸公園啦。香港嘅東北部有3個海岸公園啦，亦都而呢3個海岸公園咧，即係6、7、8嘅位置啦，佢同啲養殖區咧係重疊嘅，所以利用咗生態嘅優勢嚟做水產養殖。因為時間關係，所以我快少少啦，可能要。咁講咁多嘢啦，其實係想帶出呢個海洋經濟框架啦。環境健康左上角係比較重要嘅一環。環境健康可以帶動漁業啦，譬如去釣魚都要個海有夠多嘅魚我先釣到啦。咁我釣到條魚啦，我要條魚係冇被污染，喺好乾淨嘅水域攞到我先可以食落肚啊。所以環境健康係一個最重要嘅一環啦。咁我嘅角色咧就喺大學入邊啦，主要係做科研創新啦。我哋做嘅工作咧係有發展漁業科技啦，同埋環境科技啦，嚟到帶動漁業同埋環境保育嘅發展，從而提升成個經濟嘅。而有2個元素咧好緊要嘅，就係生態旅遊同埋社區教育啦。呢2個元素咧係關係到社會嘅參與度。咁成個框架咧，我會用2個例子嚟說明一啲嘅關係啦。第一個例子咧係同漁業相關嘅。珍珠好靚喎！珍珠點樣生產出嚟㗎？珍珠係從珍珠貝度生產嘅。珍珠係一個好典型嘅例子啦，係人類從生態嘅過程嚟到提取到一啲嘅財產啦，就係珍珠。見佢名叫馬氏珠寶貝或者馬氏珍珠貝啦 ，Akoya。如果你珠寶店咧見到 Akoya 呢個字咧，其實就係一個物種出嚟嘅珍珠㗎。可能下次大家留意下，珍珠產業咧係香港其實好耐歷史嘅，早喺5代十國已經有㗎啦。咁呢幅圖咧就係宋朝一個詩人佢寫嘅詩啦。點解我哋知係香港咧？因為梅村咧，紅色嗰隻梅村咧，其實係講緊吐露港一帶，吐露港大埔就係叫以前嘅梅村。吐露港或者以前嘅梅村啦，佢係盛產珍珠嘅。但係因為嗰陣時咧冇一啲優良嘅潛水設備啦，所以好多人係犧牲咗啦，而產量亦都唔係咁高啦。所以一路去到明朝，再去到清朝咧，康熙帝就下令啦，唔再喺香港呢個地區咧開採珍珠啦，就轉移喺廣西合浦珍珠嗰度開採。所以而家大家出名嘅珍珠咧就係廣西合浦珍珠，但係其實香港嗰邊咧都有珍珠喎。跟住事情發展去到50年代啦，香港都有一班有心人啦，想重建香港珍珠產業啦。但係因為颱風溫黛啊，同埋其他種種原因咧，就唔係咁成功。近年香港都有一啲漁民咧參與珍珠貝製作啦。咁我哋喺大學嘅角色咧，就發展一啲嘅育苗技術，嚟到提供魚苗。點解發苗係重要嘅咧？因為我哋經歷過疫情時代，啲漁民咧佢係從內地咧買唔到魚苗。買唔到養殖嘅苗，咁佢就好彷徨，就同我哋學校商討啦，點樣做啦。從嗰刻開始咧，我哋就發展一啲育苗嘅技術啦，就俾漁民提供一啲嘅幼苗嚟做珍珠貝養殖。珍珠貝養殖咧，佢見到一個籠嗰度啦，
佢係可以同魚類咧共存嘅，因為珍珠貝唔使餵嘅，佢濾食性咧過濾海水啦，喺同時間養貝同亦都養魚咧，可以令到啲水乾淨啲，可以提升個魚類生產，係一個好優質嘅工作啦。係啦，咁呢度一個例子，我哋用咗microCT 啦嚟到做一啲嘅珍珠貝嘅監測。呢隻珍珠貝咧入邊有兩粒珍珠啦，佢係未死嘅，佢係生勾勾嘅，呢個 real time 嘅實時嘅監測，我哋可以睇到佢珍珠嘅生產。好啦，咁我就係快啲啦。咁我同時間咧，亦都會帶啲學生去魚排去參觀啦，嚟到鼓勵佢哋投身業界啦。好啦，第二個例子就同環境保護相關，因為一夠鐘啦，所以真係好快啦。我哋實驗室咧嚟到 3D printing 嘅技巧咧，做一啲嘅人工珊瑚礁啦，就投放喺海度咧做珊瑚修復嘅工作。呢個人工珊瑚礁咧係我哋回收從漁民回收一啲嘅蠔殼啦，嚟到做我哋 3D printing 嘅物料，中間有超過60% 咧係蠔殼成分嚟嘅。咁呢個結構，第二個結構咧就係呢個結構。呢個結構咧，我哋會拎去實驗室啦，嚟到俾啲珊瑚 BB 咧去附着，去慢慢大，就形成一個珊瑚群落。咁我哋利用呢啲手段咧嚟到做珊瑚嘅修復啦。同時間我哋都做啲嘅設計啦，佢係可以根據唔同嘅地形咧嚟到擴大規模。我哋已經係喺深圳咧應用緊呢個技術㗎啦。咁香港遲啲我哋將會推廣過嚟啦。最後咧，我哋都同 WWF 合作啦。我哋定期會帶學生去海下灣去睇珊瑚啦，都係作為生態旅遊嘅一種啦。利用生態旅遊，令到學生去親身睇到珊瑚佢有幾靚，嚟到做保育嘅教育。唔好意思啊，超晒時啦。咁樣呢張仲有一張 slide 啦，咁我就喺度完結啦。多謝各位。